天机12宫是江湖中最神秘而又强大的存在，其中3大元老更是身份神秘。正逢灾年，朝中留侯与北定帅负责押运的100万镇银被盗，矛头直指天机12宫。留侯因押运不力，并居宫内多年，12宫遭刑律司追击，3大元老不知所踪，100万镇银下落成谜。小姐，双儿可找到你了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晚上天要凉了，我怕小姐冻着，给你带了斗篷。小姐还是快些回去吧。我现在是捕头，你不用像在宫里这么照顾我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那怎么行？小姐是万金之躯，这要是冻出个好歹来，可怎么跟向老爷交代啊？双儿，你看啊，平日里你事无巨细的照顾我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今天过节，要不然我就给你放个假，你也好去约会你的心上人，怎么样？小姐，双儿哪有什么心上人？小姐就知道取笑双儿，这哪能随？小姐。等我们进了城，趁着前面混乱，我们趁机过去。别让徐大人等太久啊。走，走。哇，精彩！太精彩了！玉大哥，玉大哥，你看，这乞巧节竟然如此热闹，不像往日在宫中什么节都过得如此乏味。乞巧节这天，少男少女希望以此邂逅自己的心上人。那玉大哥有没有自己的心上人呢？
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你都没告诉我，是哪家的姑娘啊？公主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在行律司，我是万不偷。好，好，好，万不偷。我们现在搜捕的不是寻常的贼。你刚进行律司不久，记住，万事小心，不许鲁莽。遵命，厉大人。我们分头找吧。你去跟小冬瓜胡子里会合。大哥，看！哇！哇，大哥，这就是京城啊，好热闹啊！你不懂。小兔崽子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小崽子，站住！站住！小兔崽子啊，敢偷老子的钱，痛快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今天也让你好好长点记性。小姐看一下，你笑什么？哪来的兔崽子敢多管闲事？给我滚开！几位少爷，好威风啊！你谁啊？你活腻歪了吧？敢跟老子在这儿横，我……谁呀，孙少爷？我看是谁敢在这边闹事。少爷，行律司的人来了。别拦着我！行律司算什么呀？大哥，好像是当官的。今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。别动，那小子的手指头也砍定了。那大人是个女的。行律司不算什么，但给你行酒还是可以的，押回去。大人恕罪，大人恕罪啊！是这小子偷了我家少爷的钱，请大人明鉴呀，大人。对，就是这小孩刚刚偷的。把钱交出来！娘，可有证据？刚才这俩人包庇这小子，他们绝对是同伙。你说钱在我身上是吗？啊，好，那就让这个大人查一查，看看你的钱在不在我和我兄弟身上。小冬瓜，胡子里，搜。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小朋友，姐姐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？别动。不哭了好不好？有姐姐在。都没搜到。哎呀，孩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各位大人，我是孩子他爹，他没给你们惹祸吧？我给各位大人赔个不是，还不赶紧回家？等等，此事无物证，无人证，你们要是再敢动一步，我就送你们去刑律司。我，谢谢各位大人，给各位大人添麻烦了。走，儿子，走。等一下。哎，儿子，叫爹。你有病吧？打我干嘛？你谁爹啊？在下乡野村夫，第一次来到京城，还不知道你们京城的人这么会玩啊！随便在大街上找一个孩子就说自己是他爹。你要说你是他爹，儿子，我还说我是你爹呢。你胡说什么？走！你干嘛？松开！放开！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。你刚才与我相争，你都不管孩子是否受伤，你就想分个清明分白。如果你是孩子的爹，你早就于心不忍了。从你一开始出现，你就知道孩子一定会受伤，可是你的眼神却未在他身上停留半刻。你要说你是他爹，那你告诉我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啊？小五今年。孩子放下，送他们去刑律司。让徐立农大人等我。好，别走，分头跑。
撤！小捕快，总算赶上了。玉大哥，求两位大人行个方便，放了我吧。哎，算了，一个小贼而已嘛。喂！你站住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沈瑶。你刚拦我干嘛？你知不知道那个罪犯与一桩大案有关？他跑了，什么线索都没了。哎，刚才若不是在下出手，恐怕死的就是大人您了吧？你要是这么心系案情的话，那刚才为什么不在逃跑之前就把线索问出来，反倒问你的救命恩人？刑律司的女捕头就这么无礼吗？女捕头又怎么样？来人！哎，怎么，这大人是想将在下收监吗？我帮刑律司抓贼，又救下大人的命，我犯了什么罪啊？好了，你救命之恩，玉某替万捕头谢过。还请你明日去刑律司画押，刑律司方可结案。好。二位大人，马已备好。走吧，万捕头。万捕头。嗯。哼。大哥，怎么了？刚才刑律司那帮人抓了12宫摘星营的人。摘星营来京城做什么？可能跟我们的目的一样，是与镇银案有关。徐大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走吧。嗯。二位，我家大人恭候多时了，请您引路。请。徐大人，晚生沈瑶、陈十六，拜见徐大人。徐大人，沈公子，快免礼。当年我这穷酸秀才，眼看就要冻死在京畿的大道上，多亏了阎王殿的月老公主救我一命，费心提点，才有我徐林洞的今天。只要是月老公主的人，我一定尽心照顾。徐大人，您有心了。不说了，快请，来。那不知沈公子此次前来有何要事啊？徐大人，在下此次前来，是想让徐大人借以刑部律司官的名义，引荐我跟16进入刑律司谋个差事。并非是愚兄不帮忙，凭我官高的刑律司一品，如果二位想进刑律司谋份差事，并不难。只是愚兄想不明白的是，凭二位的地位和身份，怎么过不是风流潇洒？何必进那刑律司讨些苦头吃啊？徐大人，
自镇银案起，邢律司就一直打压我们12宫。我大哥此番前来，就是为了进邢律司搜集证据，查清镇银谜案，为我们12宫洗清冤屈。且慢，沈公子，此事不妥。这镇银案，那是说碰就碰的呀。徐大人，您是自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12宫阎王殿莫名受到镇银案的牵连，饱受打击，在下只想为12宫的兄弟们讨一个公道。不过徐大人您放心，在下定不会拖累您。哎，沈公子误会了，并非是愚兄胆小怕事。现如今，这邢律司强势打压12宫，如果此次你的身份暴露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如果因为此事伤到了你沈公子，愚兄于心不忍呐。徐大人说话也是在理啊。就是啊，二位公子既然到了京城，就多玩2天，就住在我府上。哎呀，那在下太不好意思了，那在下就多谢徐大人了。哎，我给您行个礼。沈公子，多谢徐大人了。不可呀，沈公子，沈公子，你，沈公子，多谢徐大人。这我怎么担待得起呀？多谢徐大人了。沈公子，快请起。谢谢徐大人。沈公子，沈公子，快请起。你这让愚兄如何是好啊？徐大人，对不起了。大哥，这就是邢律司吗？对，我们巡差事来了。沈阳，话押完毕，案子已了。你不走，还有何事？于大人。那你急什么？16，我等乡野之人，出身卑微，出言不逊，还望大人原谅。罢了，我朝正是用人之际，徐大人写信举荐你们2位，想必你们2位确有过人之处，那本官就给你们一次机会。不过邢律司不是说进就能进的，该学的规矩，你们一个都不能少。10日之后，本官再做定夺。多谢大人。哎，万捕头，又怎么了？物归原主。多谢万捕头提点。我不要。啊？2位公子，徐某初到此地，
也是错愕无比。若是有人间仙境，非此地莫属啊！二位公子，请吧，请。公子是第一次来吧？公子长得可真好看。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哎，公子，大哥。二位公子，请，请。臣玉长风，请公主安。哎呀，玉大哥，我都说了不用这样了，你快坐下。谢公主。气死我了！玉大哥，沈瑶这个人肯定有问题，咱们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让他进行律司，咱们得查查他。公主，您别冲动，毕竟徐大人是上差。再说了，沈瑶这个人的确灵光，不妨让他试一试。灵光又怎么样？仗着背后有人撑腰，根本不把邢律师放在眼里。玉大哥，我敢跟你打赌，沈瑶这种人，就算来到这儿，不超过3天，他也会走的。毕竟他也算救过你，于情于理，我们都应该给沈瑶一次机会。徐大人，哎，在下这杯酒，先干为敬。哎，沈公子客气了，都是举手之劳啊。哎，怎么不给沈公子倒酒啊？哎，沈公子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酒要是不喝，岂不是不给我徐某人薄面吗？那么，我和我的16兄弟，那就谢过徐大人的举荐了。谢谢。好，今日二位刚到京城，应该放松放松，我们不谈正事，喝酒，喝酒。小哥哥，你看是这位姐姐好看呀，还是这位姐姐好看呀，还是我好看呀？你们啊，都不够漂亮。我听闻醉仙楼女掌柜花和溪，貌若天仙，是精通6艺，俯首之处，余香久久不能散去。可惜在下也是从未谋面，遗憾，遗憾呐。好，姐姐，不知道徐大人所说的这个花掌柜的房间，来，在哪儿啊？徐大人，哎，在下内急，告退片刻。但去无妨。这一案的线索又没了，我只有3个月时间了。要是还查不出来，我就没有机会替皇兄翻案了。我已经派手下的精兵强将去查探，已经1年多了。所以传说中的阎王殿有线索了吗？虽然江湖传言是天机12宫阎王殿盗取了阵营，但是这个组织很神秘，新上任的首领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们一直在查，依旧查不到线索。我哥哥上次去白荡关和库容谈判的时候，还意气风发，现在却因为镇银案成了这个样子。玉大哥，你与我兄妹2人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要帮我，更要帮我哥哥啊！去忙吧。是上次那位客人啊，真是……哎，姐姐你真漂亮，嘴真甜。公子不得擅入。
公子稍等。公子，刚才多有得罪，主人有请。公子，花姐，近来可好啊？多谢恩人关心。你还说近来，自上次一别，都已经有6个月了。花姐，你总把日子记得这么清楚，我都忘记了。救命之恩，一刻也未曾忘记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啊，快来看看！走。运动尔等徇私舞弊，贪赃枉法，危害一方，你可知罪？你是何人？他敢在死灵官面前放肆！运动尔等徇私舞弊，贪赃枉法，危害一方，你可知罪？闪开！都别动，邢律师办案。